大家好啊，我係 Coco 啊，今日會介紹一個動作咧，係訓練大腿肌力同埋臀大肌嘅，轉下花臣啊嘛。首先，我哋要穿住橡筋帶1號仔同5號仔，記住要注意家居安全同埋扶住一啲穩妥嘅嘢做嘅。好，等我示範俾大家睇，兩隻腳微微分開，一隻腳伸去後邊，伸幾多橡筋帶要有阻力。另外就係當你鬆咗個膝頭哥落去嘅時候，前邊小腿要係90度，膝頭哥對到腳尖，後邊膝頭哥要同盤骨成一直線。呼氣上嚟，吸氣落，呼氣上，上身唔準喐，伸直個脊骨，眼望正前方。重複做，動作幅度可以調較細啲嘅，尤其是膝頭哥唔舒服嘅同學仔啊！我會建議每一隻腳做12至15下，做完一邊要做另外一邊，當然要做2組啦。希望呢個動作你會鍾意啦〜